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4月2日公视第一台下晡新闻，我是陈淑君。咱先来看今仔有啥物新闻重点。透早4点外，台北市大东区一间旅馆大火，警方抓到一个66岁放火嫌犯，本人到了临家自火烧，有保仔囝2个人死亡。高雄有国小学生炸刀啊去学校恐吓同学，家长已经报案，嘛指控校园霸凌，教育局表示讲已经启动调查。南投民间焚化炉的争议，佮继续在炭烧，自救会抗议上清的饮料产业链，恐惊因为污染毁掉。县政府是强调会减少冲击。来看今仔透早4点外，台北市大东区的一间旅馆熊熊大火，赶紧疏散21个外国人客，甲11个台湾人客，加载人拢平安。警方调查嘛发现讲，可能是有人放火，嘛伫房间车头抓到一个66岁查甫人到案。也毋过，伊是背回讲，伊伫旅馆房间内底食薰，可能是无拍花、无细腻，才烧起来。伊毋知影讲要安怎处理，才会赶紧离开哦。伊嘛已经予以公共危险罪上班咯。警消一个教场着官府旅馆拍火，因为现场火势捌扩大烧出去，向时有也阁有袂少人客咧住。消防随布水线拍火，差不多半点钟的时间，顺利把火拍花，统计疏散至少43人。经调阅监视器，追查案发后仓促离去的租客，复于板桥转运站找到，将其带反锁，厘清案情。全案讯后依涉嫌公共危险案移送台湾士林地方检察署侦办。登去火下现场伫台北大东区的太原路，28透早4点外，旅馆熊熊吐火子。警消初步调查，起火点伫2楼的房间，毋过房客早就看无人影，调挖监视器了后，发现伊在后赶工离开，嘛互警方怀疑这件火下有人为因素。是刻意纵火还是不小心的呢？涉案的66岁姓江的查甫，案发前1点钟才带入去旅馆，硬者伊伫房间内食薰，无甲薰头二互发，无细致引起火势，毋知影要安怎处理才会离开。不过伊伫案发后，算是走去板桥车站，准备坐车去宜兰洗温泉。发现他有这个抽烟的这个状况，那我们有经过多次的劝阻，那事后是因为我们的这个消防的侦测器响了，那我们才知道就是房内的一些状况。可是当时旅客已经离开我们馆内了。财损的部分，我们现在目前都还在评估中，可是我们预计短期内我们可能暂时没有办法恢复营运。面对这个事件，业者讲，其实案发前已经几6遍甲涉案人讲袂当食薰，但事故发生，屋内有37间客房受影响，伫喺1月日来翻修，加上无法度营业，财务损失超过数百万。加在受影响的11个本国籍甲21个外籍游客，人拢平安，无人受伤。记者综合报道。再来看云林岛啦乌山路一间林家厝伫透早5点外火烧，火是烧甲真猛哦。一个60岁姓林的查甫人，甲伊92岁妈妈白富德不幸死亡，加在38岁孙仔是有逃出来，即马导火原因爱个调查。现场封锁线救起来，火调人员入去调查火的原因。云林岛内乌山路一栋家厝，28透早5点外发生大火，因为火势真猛，地势厝顶塌陷，疑似造成厝内2人未负得命。哎呀，你讲你有听到？嘣一声，啥物情形发生我唔知，因为灶他伫咧降薪嘛。小弟后来他跑出来了。对，因为阿嬷的行动不方便。所以阿姑跟阿嬷是睡在一起的，所以可能睡着了吧，还是怎样？因为老人家没办法走路嘛。云林县消防局表示，28透早5点18分接到报案，到现场的时，家厝已经全面咧烧啊。厝内一个39岁姓林的查甫顺利逃出来，另外2人掉伫内底，包括一个92岁行动不便的时代，一个60岁姓林的查甫。经过调查，2人是母仔，救到的时已经过身啊。有2名住户尚未逃出立即派遣2组搜救小组入室搜索于卧室右侧发现两名民众相拥倒卧在走廊处立即将2位评估救出已经呈明显死亡。因生活因为老岁94岁吧，伊行动无方便，因一个囝可能拢在甲顾。当地里长表示，因是中介收入户，目前已经请相关单位协助处理后事。云林县消防局表示，详细的火灾原因也该等待进一步调查。记者综合报道。来看中选会主委游盈良昨日上任的时，讲到目前用国籍法来处理中国配偶的参政权，上过勉强有高度的争议。
尤因良的讲法那也是真认同，也毋过外界嘛认为，伊敢是会积极内政部咧。民进党的立法院党团是强调讲尊重独立机关，也毋过嘛提醒中选会主委发言要爱守本分。行政院长邓延泰今仔是强调讲，政府的做法无毋对。不这么做就会困难，所以我认为我们做法没有错，我们也继续下去。针对前民进党立委李正受前几工惹的资格争议，行政院长邓延泰28重申，伊就是当时违反国籍法甲两华人民关系条例，甚至可能会配合中共对咱国进行情报收集，政府是袂用唔插。不过中选会新任主任尤英良前一天毋若质疑用国籍法处理实在伤勉强，也强调两华关系本来就有特殊性，中批参政需要政府甲国会对制度面来调整。他很公正、独立，我们来支持他是对的。两岸人民关系条例也好，宪法也好，中华的领土是包括中国大陆的，没有国籍可以放弃啊，因为那国籍是我们不承认的嘛。中选会主委不是政论名嘴，他所提到的国籍法主管机关是内政部，两岸人民关系条例主管机关是陆委会，那法条的解释也应该要尊重，就是陆委会跟内政部。面对年底大选无在籍投票，阁引起讨论。中选会尤英良表态，这是进步思维，认为虽然困难，不过嘛是会推动。佮激励讲，未来可能为台湾选举当中的一届公民投票来试推测累积经验。时空背景有改变嘛？那现在就是说，可能要实施不再投票。对事的部分可能是比较容易，的确有修改的空间。那你是说这中间的过程要怎么来实施？怎么样让选务工作顺利？这个也是很重要。其实意见正反都是并存的啦，可以做得很公平，不受到外力的一个干扰。那这一些疑虑可以去做一个澄清的话，那我相信最后立法院再来做决定嘛。国民党立委陈玉珍以家己金门的案例，强调真侪民众反映返乡投票的困难。民进党团干事长曾瑞雄表示尊重，不过嘛呼吁尤英良应该针对如何避免选务乱象、甲维持公平性的问题来好好说明。记者综合报道。海巡署今仔举办第1届的国家海工奖的颁奖典礼来表扬守护咱国家安全的海巡人员。总统赖清德伫致辞的时阵讲到，中共的较料是愈来愈多，政府当个推动海巡全面转型，卖互海巡愈侪支持。另外，国防部早嘛公开监控影像，有中共的军舰进入咱国偏湖的西南海域。中共扰台动作哪来哪大，毋但对台发动军演，中国海警船也一直侵扰台海。不过，咱总会当看到互人安心的身影，海巡船舰伫台海第一线捍卫海疆。海巡署伫18举行第1届国家海工奖，得奖的单位包括应对中国军演的海巡署巡防组，以及侦办丰台58海难迫害案的舰队分署第4海巡队。典礼现场也公开安平级海难去年试射hướng日飞弹，验证海巡兵舰转换能力。总统赖清德伫台顶讲到，中国铺设地带行动紧来紧济，迫害现状变作是新常态，是海巡人员逐工都爱面对的压力。在关键基础设施上，结合跨部会能量，维护海底电缆的安全，确保国家运作不受影响。政府正在推动海巡的全面转型，建构海空整合监控能量。台湾位处印太关键航道，这片海域连接全球主要的经济体，在这里维持稳定，全球供应链才顺畅。捍卫海疆。海委会主委关碧玲阁对太平岛寄光批予赖总统，宣示海巡守护海疆的决心。不过，中共27阁再予两岸的局势紧张，共军利用2型驱逐舰、公开2型护卫舰，编队拢入去偏湖西南海域。国军公开监控相片，严密来应对处理。他是首次在澎湖水域进行编队式的这个演训，这对台湾来讲是一个高度的敌意。反之，日本就是在上周派出这个海上自卫队的船舰雷好穿越台湾海峡。另外，国防部也侦测到共机22只共艦9只继续撩乱台海。学者指出，共军这步是有高度的敌意，目的是要反制美菲的联合演习。记者综合报道。总统赖清德进前讲到，迄2厂甲迄3厂有停放的条件台电伫3月申请迄3厂换发执照，嘛搁再提高搁再运转的计划。
协安会今仔是到屏东的恒春去召开说明会，有公民团体嘛到现场去抗议，在地民众希望讲，要有法度来保证迄3厂的安全。不要老旧核电，拒绝无解核废。发出口号，表达对政府拍算停放核三厂的不满。2早起10点，协安会伫恒春镇公所要召开核三厂运转即条换发的地方说明会。公民团体以乡亲提早9点到镇公所门口抗议，针对说明会举办无通知，和审查过程无一个官方证书，拢提出质疑，呼吁政府无应该继续推动运转审查。政府直接宣布已经符合重启的条件，然后我们希望1.5年到2年可以重启。这件事情在程序正义上面是完全不能被接受的。我要恳请赖政府不要自己打脸自己。时间一到，未接乡亲入场。台电表示，已经向协安会交核三厂运转的计划、安全评估会用上严格的标准来办理。协安会嘛讲，已经成立核三厂停放计划审查团队，总计有64名，而且规个审查过程和乡亲意见，拢会公布伫网站顶端，希望信息的透明，降低民众对协安的疑虑。会听取在地乡亲的这个跟公民团体的意见，作为我们安全管制的一个参考。那相关的活动资料也都会公布在我们的核安会的网站。重启第一个就是核安没有问题，核安就是要靠这专业人员、技术人员来做。去年经过公投了后，言语多于处理，所以公诉的部分嘛拢有解决来。说明会嘛开放民众表达意见，恒春居民大多数是支持停放，不过嘛烦恼核安甲核废料的问题。公民团体讲，重点是总统讲的3原则也未落实进程，核3停放的审查就无应该继续进行。两边意见暂时无共识。记者柯炳哲屏东报道。台美贸易协定阁还未正式定案，外界是正烦恼讲，那美国的土豆零关税，则恐惊会严重打击到咱国产的土豆。农业部是认为，那零关税开始实施，上先受到影响的应该是印度、阿根廷加进口的国家哦。嘛评估讲应该影响到咱国内2成到3成的产量，所以会来辅导农民种别款的农作物。土豆的产品百款，自土豆油、炒土豆，也有土豆面体，产地大多数拢是台湾。国产的土豆占75%，另外25%爱靠进口。即马进口国主要是印度占42%，所以是阿根廷甲巴西。若美国敢若占1%，大家都在关心台美的贸易协定若是生效，美国会当零关税。农业部认为，这冲击上大应该是其他的进口国家。其他的国家，它必须要把它的进口价降得更低，否则恐怕它可能进不来，因为全部都被美国占走。农业部讲，进口的土豆主要是提去加工，美国进口的少。虽然伫美国本土价数是正俗，8克的土豆1kg敢若只要47块，但是要入来台湾，就该扣关税25%，嘛需要付进口的权利金。若是超过关税的配额，就该加扣64块。若是数量收多，会搁进一步启动特别的防卫措施 SSG， 会搁加扣1/3。一站踏起哩，这价数就甲国内袂比止。若零关税落去，就拢免搁付钱。即马大家就关心，安尼咱台湾敢会堪治？可能会有2-3成会没有办法再生存下去，就是种花生的这些农民，我们把它转到有利的，而不是坐着挨打，全部都投降，不是这样子。虽讲农业部讲受影响，毋过袂遮尔食力，只是这土豆产业的协会是认为代志无遮尔乐观。我们的成本80几，美国30几，你根本没有办法跟他竞争嘛。食品厂的单子会转到美国的花生去嘛？一台斤差20-30块、30-40块，那个是很吓人的成本呢。农业部认为，美国土豆较硬，加工的业者是抑阁继续咧观察，佮加上今年协定应该无遮尔紧就签得落，好大家唔通有预期的心理。故意甲收购的价数甲压价，若产业协会是认为，这若价数较低土豆入来，这成本考虑落去，未来冲击恐惊是比农业部讲的更加严重。记者综合报道。来看台股今仔早盘又搁突破4万点，上关是起到4,101点哦，也毋过就开始转和。但即阵嘛因为起了上涨，和证交所来做是注意股，早盘是落35块。今仔台股收盘嘛是无收掉4万点的关卡，是收伫39521点哦，是落94点。但即阵嘛落50块，收伫2215块。
美国费城半导体指数连18红了后，杂志拜一降温收乌，拖累台股拜二早盘开价，盘势是起起落落。不过落车无偌久，台股随点火反弹，一路冲到4万点。技术面呢，面临超买的一个情况啊，所以在这个地方啊，有些人想要下车，有些人呢也想要上车啊，所以造成了这个指数的一个部分呢，在高档爆量，指数震荡的一个区间也扩大。专家分析，台股面对4万点整数大关来回震动真正常。宽达股台积电因为最近小连续抢关，互证交所列做注意股，拜二买盘观望，台积电股价早盘到35来到2230块。啊，那底线除了台积电有变红，联发科股价嘛有抢到2675块，鸿海早盘抢到234块。专家预期，伫台积电、联发科等个股起关了，市场资金有可能会搁倒转来到中小型的 AI 相关供应链。其实台积电的买盘差不多已经就达到这个上限了哈，所以呢，今天我们就会看得很清楚，就是台积电的股价呢，就走势就比较呢这个稍微的疲弱一些了。那可是其他的股票呢，因为卖压已经解除了，所以呢，今天的股价呢，就走势呢就相对比较强势一些。专家指出，美国科技大厂要来公布财报，加上美国联准会这礼拜嘛要召开利率决策会议，拢有可能加深市场观望的气氛，台股有可能会搁来回震动。记者综合报道。这2天台湾股市拢冲破4万点，嘛创历史的新纪录。股市创新高统计台湾有23000外从一资产的好野人。也毋过，这有史来上悬的指数嘛，呈现出咱台湾经济转型、甲社会改善的变化。今仔解破新闻，咱就请万婷来为咱说分明。是主播，观众朋友，大家好！今仔日的解破新闻，就要带大家来看最近讨论甲真热的股市。为这张数据显示图，咱会当知影讲，台股伫这几年来表现是愈来愈好。加权指数为2015年的8000多点是一直咧成长，到即阵是已经超过39000点，也甚至伫咧昨个盘中到今仔日的开盘上悬拢捌超过4万点，这是创立来上悬的纪录。这嘛，互台股称作是全球的第7大股市。台股有遮尔好的表现，会当讲是主要拢靠台积电甲 AI 的产业伫咧换。这嘛去引愈来愈侪资金投入相关的产业，甚至就连外资嘛来参一脚。这国家整体的财富规模当然是一直伫咧提升。不过咧，唔是所有的产业拢有好年冬。西瓜我大饼，这市场大多数的资金拢放伫咧科技类股，所以讲这传统产业的资源都是大减少。就算讲即马台股的走势真强，不过传产的股市表现也是有较烂淡薄啊。造成讲这强的是愈强，弱的是愈弱这款的局面。那这款情形，若是换做来看社会结构，嘛是共款的。根据金管会统计，台湾资产超过1亿的人是已经超过2万人啊。不离个咧，唔是所有的人拢有买股票。这股市价也对大多数的一般人来讲，因的资产并无对股市伫咧增加。不过，煞是共款爱面对这一直咧抢悬的物价、厝价有通膨的压力。这感受上就是有钱的愈有钱，无钱的是愈无钱。也这就是人咧讲的畸形社会，也就是讲社会阶层出现分化的现象。台股徛起伫4万点，代表咱台湾转型成功。不过同时嘛是爱面对失去平衡的危机，要安怎伫咧兼顾利头的时减少好业甲散车差距，就是咱的政府爱来思考的问题。以上就是今仔日的解破新闻，咱将镜头交转去主播。感谢万婷哦，咱个继续来关心讲产业若要发展哦，人才是上关键。来看有人力银行今仔公布科技业人才的报告书哦，显示讲，因为地缘政治的风险增加，佮加上美国关税战的影响哦，中国香港、澳门的外派员工哦，即嘛是愈来愈少，东北亚、东南亚需求上济，美国甲加拿大外派人力嘛也有增加。台湾电子业即马是抢挂挂，供应链全球拢有，啊，毋过面对地缘政治的风险加悬，科技业的即个人才布局嘛有出现改变。人力银行公布上新的科技业人才报告书，内底讲台湾的公司外派布局已经出现变化。半导体跟电脑及消费性电子业的外派，这持续增加，因为我们在看台湾的电子5哥或电子7哥，他们在人才外，在全球布局本来就都做得
很早而且很深厚，比如说在东北亚或是在美加，还有在日本或是在东南亚国家设厂。来看统计结果，外派需求上介多就是电脑甲消费性的电子制造业，每一个月就要引1800人。所以来是电子零组件业，每一个月的亏到1100个，也佫有软体甲网络业嘛有700个亏。外派所在，中国香港甲澳门的需求明显减少，亚洲其他的国家长期是依持伫咧3100个到3800个亏是占上济，主要是伫咧东北亚甲东南亚。另外，美国甲加拿大嘛明显增加。随着所谓的地缘政治的关系，所以说他们会从中国大陆逐渐的迁出来。一方面也是因为中国大陆的成本其实升高了非常快，晶圆代工的台积电为首，日月光，然后环球晶等等的话，其实也都是以台积电的这个为核心，然后在美国开设新的产能。另外，人力银行嘛发现国内科技业的非主管职 IC 设计工程师是小数几啊档是排上关心的头名，包括类比 IC 设计甲数位 IC 设计，年薪中位数分别达到171万甲163万。其中数位 IC 设计起薪水甚至会使起到22%，毋过嘛有发现客服工程师嘛规个称起来，薪水会使起到20%，显示对企业来讲，甲市场顾得好，也佫有做减法，这拢是足重要的。记者综合报道。国际新闻来看，伫美国白宫的参会要庆祝川普总统的31岁香港艾伦，昨是头一届伫华盛顿联邦法院出庭，伊至少就要面对3项的罪名，上重的是企图暗杀美国总统哦，这个罪名若成立，伊会被判无期徒刑。拜一透早，大批媒体就走伫咧法庭外口，因为这个来自加州伫白宫记者协会年度晚宴顶悬发动攻击的查甫人艾伦，头一摆出庭。过去伊无任何起用掠或者是犯罪记录，若即届敢若简单开一个庭，也未正式辩护。目前，艾伦至少要面对3项指控，分别是攻击联邦官员，也佫有伫暴力犯罪当中用枪击，另外也佫有上介严重的企图暗杀美国总统。敢若是暗杀美国总统这条，上悬就可能会当判无期徒刑。虽然伊开枪造成一个特勤人员受伤，毋过事实上伊拢总是开几枪，也佫有对特勤人员甲警察开几枪，这拢爱佫继续调查。Today, the Department of Justice filed 3 federal charges in United States District Court against Cole Thomas Allen. The first count is attempted assassination of the President of the United States. 检方调查，艾伦伫咧4月初6就已经订房，伫咧犯案的前2天，也就是24号，自加州炸散弹枪、手枪等等的武器，到华府带希尼顿饭店。伫咧犯案进前，伊阁发电子批互因兜厝内底的人，甲伊进前的头家，讲伊家己是友善的刺客，嘛讲规大摊对川普政府不满的心声。伫咧这件代志发生了后，川普接受 CBS 访问，对于主持人甲这封批沙彩念，互伊实在是足袂爽。The so-called manifesto is a stunning thing to read. I am no longer willing to permit a pedophile, rapist, and traitor to coat my hands with his crimes. What's your reaction to that? Well, I was waiting for you to read that because I knew you would, because you're horrible people. Horrible people. 另外 ，ABC 电视台 talk show 的主持人吉米金毛，嘛伊进前伫节目当中，模拟满现可能会拄到的状况，嘛提倡第一夫人梅兰妮亚变做是准寡妇，佮引起风波。Jimmy Kimmel's comments were, "Mrs. Trump, you have a glow like an expectant widow," and he said this days before the shooting. But there does seem to be a normalization of rhetoric about assassinating this particular president. And so many mentally perturbed individuals are led to believe these words are truth and then are inspired to act on it. 川普是去甲普文美讲金毛应该爱马上包好款款的倒转去，美国广播公司嘛应该去用取消执照。第一夫人梅兰妮亚嘛发文点名金毛，讲伊讲一寡羞愤暴力的言论是咧分裂美国，嘛要求 ABC 就要出面讲个清楚。去年9月，金毛嘛捌伫咧节目当中口说着穿死亡的保守派盲唱歌曲，互川普的支持者是足袂爽咧。向阵的节目佫去用停一站时间。公司新闻，洪如梅编译。来关心美国甲伊朗的和平协议又搁破局，伊朗的外交部长去罗西亚甲普廷见面，讲到美国要求的条件上悬咯，协议有进展，也毋过是无达成目标。普廷嘛强调讲，罗西亚会拍拼来促进和平。另外，针对荷姆斯海峡搁继续的封锁，中东国家巴林嘛伫联合国大会甲几啊10个国家发表联合声明，呼吁讲爱赶紧开放。
罗西亚总统普京一行入会议室，马上甲伊朗外交部长阿拉吉握手致意。美国甲伊朗的和平协议，搁再破局。伊朗外交部长阿拉吉27前往路过会面罗西亚总统普京的时，表示美国对伊朗的战争无实现任何的目标。阿拉吉责备美国应该为美伊和平谈判的失败来负责任。尽管美伊正正的谈判有得到一寡进展，不过因为美国要求的条件过关，最后嘛是无达成协议。伊朗去年甲路国签署20年的战略盘关系协议，对美伊的冲突，罗西亚总统普京搁再强调对伊朗的支持，赞扬伊朗人民勇敢捍卫国家主权，佮表示罗西亚会尽力来促进和平。И, конечно, очень надеемся на то, что, опираясь вот на это мужество и стремление к независимости, иранский народ пройдет под руководством нового лидера этот сложный период испытаний и наступит мир. 受到美伊战争影响的荷姆兹海峡，到今共款真貳完全开放。对此，中东国家巴林27伫联合国大会，甲数十个国家共同发表联合声明，搁再呼吁应该随开放荷姆兹海峡，反对扣通行费非法威胁，也是终止航行权的行为。联合国秘书长古特瑞斯也表示，荷姆兹封锁严重冲击全球经济，造成能源、大宗商品的市场剧烈波动，运输和保养成本上降，供应链严重断暂，互每一个人拢付出严重的代价，呼吁爱紧开放海峡。I appeal to the parties: open the strait, let ships pass, no tolls, no discrimination, let trade resume, let the global economy breathe. 另外，欧盟执委会主席邦德莱恩27伫柏林一场会议嘛表示，伊朗伫人权甲其他各种的问题迫害，是欧盟制裁伊朗的原因。必须看到伊朗发生根本性的改变，才会当解除制裁。现在要谈取消，也阁伤早。公司新闻陈思彤编译。过来消息来看，高雄有国小学生的家长有指控讲，伊的囡仔伫学校互同学拿刀啊威胁恐吓，嘛至于讲学校拢无好好啊处理，所以决定讲要提出告诉。也毋过学校是表示讲哦，确实是有学生捌伫教室提出刀啊，也毋过无针对特定的对象，嘛强调讲学校拢有处理。这个家长嘛已经报案，即嘛启动霸凌调查的程序。现出囡仔面上的伤痕，高雄凤山这间国小的家长指控，因囝伫学校互同学霸凌，已经去派出所报案，要对3名同学提告伤害。家长讲，因囝去互同学拿刀啊恐吓，而且献刀的状况毋哪一解，互人质疑校园的安全。陆陆续续对着我儿子亮出美工刀，跟我儿子说我要让你死。这件事情我们都有反映给校方，校方都知道这位同学有带刀到学校，然后他们都说什么那只是美工刀怎么样的。家长指出，献刀的学生家长敢若有背景，学校才无要积极处理。对此校长解释讲，无这款代志，确实有学生囡仔伫咧1月底甲同学冤家了后有献刀的状况，不过毋是针对这个真正家庭的囡仔。主要对象都不是爆料者的孩子，2次是借用啊，一次是误会，一次是在班上的情绪高涨的时候，刚好手握美工刀。防指控的家长讲，其无对学校施压，因囝嘛无拿刀啊恐吓同学，无排除要保留法律追诉权。班导师跟他的家长说：“你的儿子有问题，有错。”他不但不接受，他还骂老师3字经。然后他的爸妈还跟老师说：“老师你都偏袒其他的同学。”这件事情不是只发生在我身上，班上很多的同学都有这样的遭遇。双方家长各有立场，学校表示已经启动霸凌调查程序，目前也在等待调查结果。市府强调会督导学校落实调查，要求学校爱依公正原则积极处理。另外，针对相关学生，校方嘛爱提供辅导，积极关怀。公司新闻综合报道。再来看中华警方查到一间毒品的分装场哦，嫌犯是秘去4楼顶的厝尾顶，警方是请消防单位来协助抓人。现场嘛查扣2支毒品依托米酯、安非他命甲分装的工具。另外，警方最近嘛抓到诈骗集团的电信机房，加共嘛抓到13个嫌犯。
到总务顶那边过去了。哦，伊要甲迄爬袂起呀！嫌犯伫四楼馆的窗仔边，想要爬起哩厝顶逃走，画面看起来真危险。鹿港分局进前接到证据，讲是有嫌犯伫面体咧分装毒品，警方成立专案小组抓人，想袂到嫌犯为着避警察，竟然爬位厝尾顶去，最后嘛是互警方抓起来。现场查扣二级毒品依托米质、安非他命加分装毒品的工具。现场为毒品分装厂。即查扣第2级毒品依托米酯以及安非他命等制造分装工具1批，全案依毒品危害防治条例移送台湾彰化地方检察署侦办。诈骗车手被中华警方抓起来，也个捕杀查，这是电信诈骗集团的基房。警方调查发现，这个诈骗集团真干巧，家基房设伫台中的5车乌一顶所在，而且一直在刷位，佮和其他诈骗集团合作，找车手进行洗钱。经检警团队锲而不舍地追查，发动6波拘提、搜索等行动，陆续将13名被告逮捕到案。到目前为止查获的42团，那有288人。那在毒品的部分在这个时期查扣了14.1公斤。警方表示，统计到3月份受理的诈骗案，也是以假网络拍卖加投资诈骗上多。另外，爱特别注意，最近伫网络社群平台出现利用假影片性交易，拐骗被害人买游戏点数骗钱，若无配合佮威胁被害人公开以嫖客身份，警方就提醒，若何网友要求买游戏点数，一定要提悬警觉。记者杨淑晴综合报道。在外劳工团体组成的5亿工会联名，伫劳动节进前号召上百人去行政院抗议，因不满社会主体政策跳票，嘛提出3大诉求，要求政府应该推出劳工会当负担的育儿主体，甲失业的给付调悬到投保薪水的8成，嘛要求讲薪资劳体的提拨率应该就要提悬到至少7%，来解释劳工的待遇。捍卫居住权5亿工会联名，甲手头13万社会主体的支票领掉，抗议2千条政府基础正义的证件跳票。真紧就是5月初1劳动节，300多个劳工代表请假来到行政院外口，因指出台湾经济成长、劳工的生活品质所无对的改善，物价和厝价拢得起。劳工团体向政府提出诉求，要求因应物价甲通膨指数，爱甲20年无调整的6%劳体提拨率加悬。雇主6%可以提高到8%，也应该要建立所有的机制去随着我们所有的环境物价指数的调整去调动。接着，第二个，我们希望放宽劳工自提的部分可以提高。劳工团体也希望亚关失业给付水准调悬到投保薪资80%，也是亚关就保投保薪资，嘛延长请领期限到9个月。伊嘛指出，目前囝生少的问题，都是少年人薪水上低，要生囡仔买厝拢惊负担袂起，要求政府爱落实社会主体研究较好的租赁，也是贷款机制，让劳工家庭通负担得起。他的生活费1个月扣掉车贷、房贷，再加上一些生活上的必须支出。真的没有办法再有能力买房子。我们赖政府有提过，这个社会住宅希望能够再增加，但是我们很清楚的知道，它显然跳票了。我觉得这对劳工来讲是非常不公平的。针对劳工团体的3项诉求，行政院嘛派代表出来接定情书。我们会来进一步来请那个内政部来进一步来处理，尽快给大家一个具体的一个答复。谢谢。几月几号？来，就像我刚刚说的一样是不是行政院的代表出来说？我听到你们的声音了，我带回去讨论，大家能不能接受？行政院代表为这个讲说，虽引起劳工团体不满，因也要求行政院上无爱有一个回应的期限，予全国劳工朋友一个交代。记者卢尚珠、郑俊佑台北报道。之前本地要实施动物用药的新制度，引起真侪批评，所以暂停实施。今仔早起民众党开记者会批评宠物美容定型化的契约，公告到达已经超过2档的完成期了，所以无银行愿意来提供信托牌保证。农业部是表示讲会来协调金融机构来办理也毋过伊嘛强调讲，这定型化的契约是为了要保障动物甲消费的权益。
身躯洗好，乖乖等待吹风热毛，模样是不止古锥，毛囡仔是真济饲主心中的宝贝。伫动物用药新制引起议论，拍板暂完后，去年上路的宠物美容定型化客药嘛，防质疑乱象真济。针对预付金额超过1万块以上，需要银行信托，民众党团批评草案公告到达已经超过2年完充期，说有关无银行愿意提供信托保证。业者无法执行，饲主没有保障。 毛孩未来没有照顾，履约保证2年了，哪一家银行愿意来承办？一家都没有。那农业部这边会紧速的去协调金融机构来办理履约。这一个履约其实为了保障消费者，因为我们有很多消费事件，就是我预付了钱，结果业者就不见了，那造成消费者损失。 农业部表示，定型化契约是希望美容师甲消费者伫制度上通有保障。地方政府伫执法的过程中嘛通顺利，业者的合约伫无完整的配套措施下先暂停，嘛等待甲第一线的中介人员讨论过了才实施。履约保障的部分，现在只要有人民检举我们就会被遭受到开罚，金额非常大，3万到30万，第二次是5万到50万。我们希望是3赢的局面，所以暂缓、罚还跟我们讨论才是我们需要的。制度本身呢，我想应该要适用到各行各业，只要有预收这个消费者金额的业者，只是我们执行层面如何做到比较和缓跟尽善尽美。 我想这是政府机关后续要值得努力的地方。民众党团提出3点诉求，包括解决银行配套甲契约平衡性问题前，停止强制执行；伫沟通甲机制完备前，袂当处罚业者。农业部嘛应该甲产业从业人员对话，修正无合理的规定。记者综合报道。 南投民间乡焚化炉今仔是继续来召开理解宽频范围界定会议哦。环保团体是指出讲，民间甲附近的地区，即马落雨天哦是愈来愈少，嘛较无风。然后空气污染哦是真歹扩散，会影响到地米的成长甲品质。上百个地米产业甲上千个饮料产业拢会受到影响。也毋过，南投县政府是表示讲，因会透过科学调查来降低对地米产业的影响。 反对民间焚化炉的自救的成员，一纸焚烟机顶悬写落甲想要讲的话，向环评委员迄边来写纸焚烟机，望政府和会议的专家学者会当听到在地人的声音。我们说的，他们也不见得会听，所以我们是用这个折纸飞机，算是一个祈愿的那个心愿。 南投民间焚化炉第2阶段环评范围界定会议拜日继续召开，自救会环保团体等等的单位开记者会指出，民间这几年来落雨的日子变少，嘛变甲较无风。若是起焚化炉，有染歹摊开，会大大影响地叶的生长，等于毁坏民间百亿的地产业。毁坏茶产业及农业。在这里盖焚化炉，你觉得合理吗？ 老师，我们的你觉得合理吗？我觉得不合理，所以我们要有必要吗？你觉得有必要吗？为什么一定要在这里呢？府内对无同款树林的这个茶树进行调查、分析甲采用就希望会当减轻对茶产业的影响哦。虽然南投县环保局嘛强调，起焚化炉袂对民间的地产业造成影响。 毋过，针对自救会和环保团体的质疑，环保局长嘛表示，就算起焚化炉，政府嘛是会针对地层进行调查，透过科学的数据，降低对地产业的影响。记者杨秀南投报道。花莲县115年的总预算案哦，阁还未审查。内政部昨是甲县政府阁县议会召开协商会议。会开说，花莲县政府随发新闻稿批评议会违法滥权，呼议员哦是真不满。今仔伫议会又阁冤家相骂，吵吵闹闹。这样的做法是没有问题。花莲县政府甲县议会日前接去内政部参加协调会，一日等来花莲县府就伫下晡发布新闻稿，谴责县议会违法扩权，和有去参加协商的议长真不满。政府没有说不合法，你们什么议会都不合法，说不合法，所以我们要内政。什么叫做不合法？那昨天协商都是不合法。那你那个昨天就讲陈也没好，你也没好，啥边没好，
花莲县115年度总预算一直也未审查，主要因为县府甲议会双方对预算编列甲审查的宽限看法无同，所以才会起例。最后照地方制度法报请内政部进行协调了后，内政部嘛要求双方拢爱退让。内政部的这个结论大致上是希望徐增卫县长，就是我们议会提出来，请他来针对总预算的事情做一个专案报告。那专案报告以后，我们就顺利把预算送进议会，再来重新审议。结果我们会议一结束，县政府就发这个新闻稿，就好像否决昨天我们大家在那里努力所开的会议。县府是坚持县议会拒绝审查115年总预算是违法扩权。按照内政部协调的结果，有讲到爱请县长到议会做专案报告，也是无定案。要县长做专案报告，你们议会呢要提出具体的问题，对，所以我们希望你先审，有什么具体的问题提出来，那我们再请县长做相关的专案报告。因为双方拢敲袂好势，照地方制度法第40条第4项规定，县府总预算案若无完成审议，就要报请内政部调集有关的单位进行协调。若1个月内也无共识，就要由内政部直接决定。记者综合报道。台82线快速道路伫瓦近嘉义东石的路段，早起有一台山石车为着要闪奥多拜甲轿车相撞，山石车是并且石头是那个规死架哦，这件车祸嘛造成4个人受伤。怪手无用整理路面，山石车并且伫咧路边，规条路顶面拢是石头。这是台82线嘉义东石向州外的路段，在时要7点的时阵，这台山石车甲一台轿车相撞。警消人员赶到现场，将伤者送去病院，嘛对现场的交通进行管制。现场为砂石车与汽机车发生车祸，砂石车翻覆于顺向车道，自小客翻覆于对向车道，车体严重变形。现场有4名伤者，分别脱困后皆意识清楚。我大家拢做飞机的，我调倒啊。你是要搁直行啊？是要倒啊？直行啦，搁要直行了哦。现场会当看到，互弄入去田内底轿车已经变形，规台车密密茂茂，山石车载的石头嘛影响到两边的道路。现场有民众讲，山石车为着要闪车，也是啥物原因，才去弄到轿车，结果家己嘛失去控制来并车。上次可能为了闪奥多曼还是闪车子，知道吗？走到可能也是有可能驶到黄绳，有惊到慢车，慢一段外侧车道，慢一个内侧车道，去弄加不到车，一般要往左慢跟往右慢才并车。警方初步调查，在头桥的山石车可能无注意到头前的车祸，要闪机车的时阵，才会弄到轿车，车祸造成4个人受伤。详细车祸的原因甲经过，阁需要再调查。记者林慧婷家己报道。台东县卑南乡的李家村哦，伫顶礼拜有民众饲的狗仔，亲像去食到风系统的物件死亡。村长讲哦，1个月就有3件狗仔中毒的事件咯。台东县的动物防疫所嘛指出讲，去年是有9件类似的案件，也毋过哦，因为证据真歹找，所以凶手是真恶劣。日暗时，有民众伫台东县卑南乡李家村的社区咧散步，雄雄看到一只乌狗伫路边大声喘气，佮一直喘，无偌久就倒伫路边。民众嘛毋知影要怎好，村长讲，这已经是这个月第3届发生狗仔中毒的事件，防拢防袂煞。怎么办啊？毒果的事件是这几年会断断续续出现了，它有一段时间就有人来。不过村长嘛无来讲，要查看是啥毒害狗仔有困难，因为大部分偷狗仔的行为拢是随机行动，也袂符合上掠人，人就走去啊，无直接的证据，可能爱靠设监视器去追查凶手。而且台东县动物防疫所表示，去年一档通报毒害狗仔的案件有9件，说是找无凶手，不过若是查到，就会处罚2档以下有期徒刑，甲20万到200万的罚金。这个我也没有证据，因为我都没有办法拍照啊。一般就是会建议立即报警跟通报本所，对，因为如果查获的话，它一定是会违反动物保护法。动保所强调，农业部已经修正动保法处罚原则，送立法院审议，会提悬毒害狗仔这种虐待动物的行为，相关处罚5档以下有期徒刑，并科30万到300万的罚金，呼吁民众莫阁对狗仔下毒手。记者综合报道。
台南市安南区的人口已经突破20万，也毋过安南区公所的编制只有67个人哦，区内100外个公园只有1个人在管理，公所业务量是真重，甚至公所有2位科长甘愿降职哦，调去其他的单位。台南市政府是讲哦，因会来检讨。公所是透早袂少要办公务的民众出入。台南安南区近年来因为中卫安置，人口增加，即阵已经超过20万人，行做全市第2大行政区。不过嘛出现行政能力严重失衡。根据了解，目前安南区公所正式编制67个人，那比永康区98个人少，甚至比规模干那1/3的新营区更加少。嘛传出有1个人管理全区107座公园，5年前干那70多座，大头变真重。像安南区即阵遮尔侪人，啊，你来共款的，咱内底办公啊，共款拢遐个人，你服务起来一定，因为工作量比较大嘛，啊，服务起来一定会较差。对啦，爱人管，啊你啊，我讲的上简单，你又无钱，免哪人管。面对这么大的业务，安南区公所表示有2位科长挡袂牢，甘愿降调嘛要换单位，地方民来批评。台南新建做直辖市，安南区的行政经销编制永远是照固定标准，完全对袂到发展的需要。市府回应受到中央公务人员总业管制限制，目前会先增加临时工来补，嘛讲会全面检讨各区的人力配置。台南市政府不应该再继续忽视安南区人手短缺的问题，应该立即重新编制所有的人力，一定要为我们基层来增加更多的同仁，让我们整个机能跟整个效率可以提升。牵涉到经费的问题哦，我们会向中央争取经费，或者用工程那个生意款，还有其他的经费部分，我们来协助办理。除了人工无够，地方嘛烦恼公园的安全性。照现行制度，1公顷以下邻里公园是由公所代管。不过，伫1个人面对8座公园的困境之下，1999通报维修，定赶袂好，嘛定出现游乐设施损害其等问题。安怎伫有限的资源内，确保全市公园的安全品质，是市府即阵爱思考的问题。记者苏台南采访报道。有一个对中国寄来台湾的中国配偶，最近伫网络直播来小解新的市政府，嫌市长小拢看甲真真足，引起真侪讨论。市政府是表示讲哦，因为这档市政府本身就是古迹，平常时嘛拢有开放参观，也毋过民众甲议员是真烦恼，讲敢有安全的疑虑咧。就是办公室哈，他礼拜1到礼拜5他都会在这边上班。用手机详细小解办公室空间，这是新德市政府一位中国配偶最近伫网络放送，新德市政府见到内部，但市长是把迄甲1000里册引起议论。办公区应该是不行啊，对，这就是通常就是只有在开放的公共区域有开放给民众参观。只要不涉及到里面内部人家作业情形，这样对无伤大雅。因为新德市政府本身是古迹，平常时都开放大家参观，但民进党议员批评公开影片恐惊会有国安疑虑。市政府的这个大楼门禁管理要点就明白规定，非经同意不可以摄影跟拍照。那市政府这种漫不经心的态度，陷于国安跟治安的疑虑当中。新竹市是一个100年古迹，我们乐见各国的友人来替我们分享。但是还是要提醒大家，虽然是一个公共空间，但请大家入内的时候还是要经过我们府方的允许。严格区分公共开放区与行政办公区，设有24小时的诸位警及安全监控系统。欢迎市民朋友在符合规定下来参观古迹。市府表示，预见到不是古迹，欢迎民众来参观，但也有些管理要件。针对这件代志，也请警察局去调监视画面，了解这直播的中国配偶的身份甲动线，来判断敢有违规也是违法。记者杜君和新竹报道。技职教育愈来愈受到重视哦。以前咱讲乌手，也毋过时代无同咯，有真厉害的技术，乌手买当来正做是金手哦。新北市的规划讲要设12个国际级的金手的培育基地，头一座的金手基地哦，今仔就伫新北高工启用。伫学校实习工厂制作316白天汤时，手动普类时抢出桥面。新北高工无顾考3年级的学生已经是真熟手啊。1年级只是刚进来，所以就是学长先带着我熟悉，2年级才会意识到安全的问题。
学传统加工，嘛学精密加工技术。学生用上接近业界使用的5台 CNC 刻西洋机。 跟一般传统的3轴线性加工以外，多了2个旋转轴，可以做比较复杂的曲面跟一些升腔以及雕钻的角度洗削。实质强，考一级证照，参加比赛有机会免考通测，机有真心日学。更较厉害的，正做机艺竞赛选手，嘛就是金手奖，就通机友保送。读这个科是因为我对当选手有兴趣。是用什么比赛这样？就是这个工科赛，看到里面的这些机械设备，感觉非常有趣，就来了。新北市教育局指出，逐年投入1000多万，推动金手培训制度。今年起规划建立12间国际级金手培育基地，头一座金手基地伫新北高工正式启用，企业赞助100多万的经费甲设备。 我们期待的是真正能够培育未来 AI 时代动手做的能力。那这样的一个能力也是跟业界做衔接。不要说我们在练习缺了材料、缺了道具，那我们什么都缺。我们就是在我们企业这个是我们能做的，是因为我们的产品能去帮助他们。教育局表示，这是全国唯一详细具备 CNC 线程一级、塑胶模具一级、加冲压模具一级等3项术科检定合格考场的专业场域，向培育国际级金手人才踏前一步。想要读技科的学生渐渐减少，希望去引对技科有兴趣、有潜力的囡仔来读。记者综合报道。 桃园市永梅去年发生几啊件公共拍火器爆炸的意外，市政府是要求讲，户外拍火器着爱加保护的壳啊，也毋过里长是认为成本上悬咯，空间嘛是问题哦。民政局是表示讲，若户外放拍火器的所在有通砸日头，得当来放任规定哦。所以5月初会阁来提出新的修正办法。 徛喺外口有灭火器，有诶有用加拉斯多啊保护，有诶无。因为桃园杨梅去年发生几啊件公共灭火器下底正身家己变开诶代志，市府为着避免佮发生意外，要求放伫外口诶灭火器都爱倒壳。怎么看加装保护盒？觉得加装保护盒没有很好。第一个，很多位置都没办法装保护盒；第二个，装了保护盒以后，对不对？ 那万一发生紧急事故，大家都在慌张的时候，看到保护盒不见得知道里面有灭火器。灭火器加装这个保护盒的话，它就变贵了嘛。我个人是觉得应该是没有那个必要性啦，因为那个壳好像是还蛮贵的。其实那个壳我可以再来买好多支的灭火器了。 记者到现场看外口有倒灭火器的这个空间，通常拢无看。里长认为，若搁要倒壳，这空间就无够。若机关嘛讲，一个里过去有300支灭火器，干那爱开20万，即摆若搁爱加开正100万，这经费伤过济。若灭火器倒伫咧箱仔内底，当时过期，物件是毋是搁伫内底，嘛掌握袂到，真恶管理。经过这些消防局的机关建议就是希望这些在户外的灭火器要设置一个保护盒，这样才能够有效防御这个外来的这个影响。针对地方反映这开销伤过伤重，民政局讲，若是这灭火器有用适当的方式留伫早，亲像年前或者是挂伫咧壁刀顶悬，无放伫咧涂骹，这还阁拢算会当。估计5月底进前，这办法会修正完成。记者综合报道。 今仔天气真稳定，也毋过明仔载锋面通过，东北季风增强，各地拢有可能会开始落雨。拜五是劳动节连假的头一日，天气嘛是会真好，也毋过礼拜会阁开始落雨。气象署嘛提醒讲，黄霜雨季要来咯。今年的5月中到6月中雨水是正常的量，阁嘛有可能会下降挂。 台湾雪落来特别进入黄霜雨季，气象署发布今年黄霜雨季的预测。今年落黄霜雨的主要时间，原说会伫5月中到6月中，总雨水量是正常甲偏少。若气温是正常甲偏悬。气象署嘛讲，黄霜雨主要会集中伫中南部，尤其山区要特别注意。在降雨的部分，我们也可以看到，5月是偏干，降雨是偏少这样子的机会。到6月的时候，是以正常的几率是最高的。在7月的话，则是又回到比较偏干的几率。 相对比较高一些。气象署嘛提醒，这几年黄霜雨季的总雨水量虽然无较济，也是变少。
不过落雨时间愈来愈集中，落地时强降雨的几率加悬。另外，气象署嘛提醒，若黄山河方面通过天气会变较无定着，才袂单类讲落大水雨、透强阵风，嘛要特别注意积水甲土石流，民众嘛要细致注意家己的安全。梅雨季可能发生这种剧烈的对流性天气，那要特别注意豪雨、雷击、强阵风跟小范围的冰雹或龙卷风。在豪雨发生的时候，要特别提醒注意一下积水跟土石流这些复合性的灾害。另外，气象署讲，虽然拜日好天，不过拜三、拜四有头一阵锋面通过，全台湾会落雨。尤其中部以北会落雷公雨，北台湾嘛变较凉冷。啊，那第二阵锋面会伫劳动节连假上尾一天到位，时到阁会变天落雨。因假有计划要出门的民众，都要随时注意天气的变化。记者郭金阳、林旭凯台北报道。下半晡的天气，咱来看各县市详细资料。北部地区上低26度，上悬32度；中部地区上低27度，上悬32度；南部地区上低29度，上悬33度；东部地区上低26度，上悬29度；外岛地区上低20度，上悬29度。感谢观众朋友收看《公视台语台下晡新闻》，我是陈淑君，明仔载下晡3点，咱再会。